非常燦爛嘅笑容，你好，歡迎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32號嘅 Winnie 林詠彤，今年25歲，我係香港大學嘅應用語言學系碩士畢業嘅，而家係一位鋼琴老師。咁我曾經咧係 TVB 嘅童星嚟嘅，拍過唔同嘅劇集。咁嗰段回憶咧，令到我覺得好難忘啊，同埋我覺得自己係好中意表演，好中意舞台。所以今次嚟到香港小姐呢個舞台咧，係嚟追尋我嘅演藝夢想嘅。咁好想透過呢次嘅機會，藉住我嘅故事去啟發熒幕之前嘅咁多位啦。其實無論你係乜嘢階層、乜嘢出身，都希望你開始好似我咁樣勇敢追尋夢想，因為我得，你一定都得。多謝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Winnie。你好細個喺我哋度做童星，但係我正話聽到你講，無論係咩階層，你嚟係咩階層？你來自咩階層啊？其實我係基層出身嘅女孩子嚟嘅，但係我唔覺得呢一個會成為我追尋夢想嘅障礙。多謝。OK， 我冇問題。其他評審咧？乖喎，你真係減肥嘞喎，開始。係啊，但係仲爭好遠喎。未來嘅路好長，但係我會繼續努力嘅。我已經減咗3磅啦。我見到，係啊，係啊，好好，係啊，乖乖。加油加油！多謝多謝，一齊努力。多謝好多謝大家。 Thank you，Thank you，Winnie。 Thank you 大家。